係樂施系統嘅湯建文，香港中心咧喺香港嘅荔枝角。咁我哋樂施系統咧喺2017年成立啦。我哋旨在咧係提供專業嘅訓練俾我哋所有嘅人啦，特別係青少年、家長同埋18歲以上對自己有要求、要進步嘅人士嘅。咁我哋提供咧唔同嘅關於領導力嘅訓練啦、團隊合作嘅訓練啦，亦都有公司方面嘅企業培訓。咁我哋嘅使命就係咧，我哋支持更多人更加正向、更加持續學習進步。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持續進步，更加正面，我哋嘅社區啦、家庭啦、公司啦，一定更加豐盛同埋更加卓越嘅。我哋嘅使命咧，提供正面嘅教育啦，可以令到唔同嘅團隊，包括我哋嘅家庭、公司、我哋嘅社區，可以更加正面互相支持、互相貢獻付出，令到每一個人咧都好似一個團隊一樣，更加令到我哋嘅社區、我哋嘅國家可以更加融洽同埋共融同埋共贏嘅。